本身我是伫高雄出世的，算讲是咱土生土长的迄种迄个台湾人啊。我是伫高雄大社，我毋知影这有大社人无？大社，哦，林武哦，我国中伫林武中遐读的吼。啊，所以以早其实伫迄个庄卡吼，拢讲台语啦，拢讲河洛话吼。我会记得以早你若讲国语，你若无讲国语吼，就有一场迄种请说国语迄个无吼，啊，就你迄个时阵吼，你比如讲你即个学期吼有10场对无？啊，你若你若无讲国语啊，啊，你迄互收伊，你若有啥讲的时候，人甲你迄落，啊了后的时阵爱扣分啊，啥物爱做迄个处罚迄种迄落。所以迄个时阵我因为我是1959年出世的，所以有迄个时阵还阁有过来了，就拢无啊吼。像我这样的囡仔，你讲叫伊讲台语，别人讲袂出来啊。我讲实在个，无法度讲啊。啊，这若是迄种，因为这是一个大环境的影响啦吼。我有时候嘛用台语含讲，我和阮太太拢讲台语啦，啊，但是囡仔吼就无。囡仔你若讲台语吼，爱着用国语吼。我咧大汉小可晓讲一寡台语。啊，迄个细汉就拢无啊，你若讲就用迄咱讲，所以就讲华语啦吼，啊无就用英语在回答。啊，这个部分就是讲，其实台语的部分吼，阮这样咱教委会吼，一直咧保留这个所在，因为这多元文化内底一种，特别台语的部分吼，伊的音算上介水，吼。比如讲，咱这样咧读诗句的时阵哦，咧吟咧诗文的时阵，你得用台语去读。你若无用台语吼，你用国语你无法度读出无押对，你无押韵这个部分。比如讲，因了那么天真岁月人真瘦，啥物福满乾坤福满门吼，因来你看尾啊，所有拢是平音的部分。吼，伊一定要用押韵的部分，你爱去读，伊才读会出迄种伊的答迄个门帘嘛是共款，吼，话拢答毋对去啦，吼，因咧话咧打开时阵，顶边下边拢无啥共迄个吼，啊，所以这就是台语的一个迄个部分，像头拄因咧讲，迄个老师，迄个陈老师咧讲，咩洗洗涮涮，你即种你无法度去用即种去表达出来，啊，为了咧讲。行路吼，我台语我以前听讲洗涮，伊早要行路，我洗涮有无？会啊嘛吼，讲行吼，真正有安尼，我尾有甲研究的，行吼，行迄个，你两边甲这个刺嘛吼，刺处嘛吼，啊这台语要安尼念，就讲叫做洗涮嘛。你行路吼是有一点仔迄落，对含咱以前讲豆豆迄个老师咧讲的是讲洗涮涮，伊种有迄种迄落异曲同工之妙啊！所以其实台语的部分其实应该去保留吼，拢逐个拢尽量去迄落。啊，所以咱迄个蔡医师吼，因以早成立咱迄个笔会时嘛是拢有伫做迄落。啊，所以其实我是感觉讲吼，即个部分，若做讲明年有要办，吼，明年要办，我用我嘛当来迄个用，当然遮老师啊，拢我看豆豆即个老师像伫波士顿来嘛吼，拢也迄落，啊，阮来当以后来合班拢嘛是介好啊。我会感明年嘛会当迄落，我讲哇，咱遮一人拢有遮尔有即个兴趣，当来去用台语的即个部，我感觉这介好的一件代志啦。所以我今仔日讲。咱迄个蔡委员也来遮认真吼，伊也迄落，伊讲来办即种，我讲足好啊！你讲咱会当迄落，明年嘛是会当来合作，看变怎来迄落。我伫政府的即个应该爱去推广即个部分。不讲课语嘛共款吼，客家人吼，我毋知，我刚晓讲什么安讲，大家好啊，大家好吼。但是即我感觉即个人拢介好的一种部分，伊的古音啊，伊讲迄这是一种文化。你若做拢无语言无迄落，你的文化就慢慢会消失掉。哦，你就袂晓迄个多元哦。所以我看今仔大家拢也伫即个所在咧，我感觉介好的一个迄个部分哦。
其实我若有一寡迄个台语迄教育部因出的迄种一寡迄种资料，我有炸一寡迄种来啦吼，种大家来当看，大家研究，希望讲咱即个文化会当甲保留落来，会当啊推广啦吼，即样种介好的种代志吼。我若做欢喜讲今仔会当来即个所在，那我倒啊若有较早来嘛，所以听咱即个老师咧讲，我讲原来做有意思。我以前原来无去注意即个部分哦，有咧听我感觉对咱的种一种应用哦，对咱也一种迄种会当提升咱家己本身吼，对咱搁较济语言，搁较济迄种文化迄种迄个部分，我感觉介好。所以今仔伫即个所在，我若特别吼来感谢咱迄个创委员大家吼，伫即个所在三角来遮吼来做会，来研究即个部分，我感觉介好。好，我来感谢大家。那个委员还有我们会长都有跟我进行台语考试啊，可是因为我真的讲的比较慢一点，因为我台北人啊比较少在讲。其实我在嘉义工作过，其实都有那个环境，可是就比较短暂一点。那很高兴今天看到大家。那另外我是刚刚主任有提到，其实台语是个非常优美的语言哦，因为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它是中原古音嘛，然后汉唐文化的这样子的一个延续。那其实我大学是学语言的啦，其实我觉得其实学会台语多一种语言哦，其实对我们学其他语言更多帮助。像我那时候在学英语的时候，我们老师就说，那你会不会说台语的促音？因为台语的促音，比如说你在什么讲一些英文的什么 lip tip， 你就会帮助你发这个音。反而我们现在的国语都没有这样的音。那我在学日语的时候，老师会说你会不会浊音？然后我就就是国语也没有浊音。那如果说会台语的话，你对于这种发音的部位反而更多更了解。那其实刚刚我们主任有提到，我们这个台语研习会，我们政府也有在推广。那如果说明年有机会的话，希望说也能跟我们的同乡会合作。那我刚刚也跟会长提到说，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如果说能够让我们的小朋友，我们中文学校也来学习的话，比如说办一个台语研习营啊，甚至说刚刚牧师有想法说成立台语学校啊，就让我们在这边的下一代都有这个环境，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学习机会，我觉得是非常需要的啊！谢谢大家，谢谢。美丽人生，美丽台湾，是你是我心所爱。自由国度，平和社会，伫你伫我心肝内，好梦想。甲过去真侪种的台语输入法无共款，现在用电脑拍台语文，已经有更加方便的方式。双联教会林俊玉长老研发一套信望爱台语输入法，若整合过去的优点，同时也解决以往台语输入法的无方便。这样种缺点，就是讲咱拢爱去挖别人的输入法，因为安装嘛无方便，所以阮才想着讲，到即摆来阮需求足大，拄则讲10几万的需求啊，所以阮会当来。单独用这个输入法，会当直接家己来装。若是台语的输入，只要用罗马拼音，连客语甲原住民语拢会当伫信望爱台语输入法使用。同时也结合过去林主任长老介轻松输入法的特色，3个音节以上的词，嘛只要输入音节的头一个字母，就会当显示出来。咱会当用每一个音节的第一字，心是 S 嘛，干是 Z 嘛，公是 K 嘛。新眼光拍落了后，就有第7，就是新眼光。电视台电 T 嘛，C S 嘛，台嘛，电视台，第2，所以新眼光电视台就出来。信望爱台语输入法，除了内建10几万的词类以外，也会当家己增加词库。不管是教育部公告的台语罗马字拼音，也是教会所使用的白话字，唔免切换模式，拢通拍会出来。而且这套超强软体也是免费的，有兴趣的民众通上台语信望爱网站下载，互母语的传达更加紧、更有效。新港广电视台台北报道。来，好梦洒叫你的名，充满喜乐，充满爱，欢欢喜喜，快快乐乐，追求美丽新世界。好梦洒叫你的名，充满喜乐，充满爱，欢欢喜喜，快快乐乐，追求美丽新世界。来教会利用的时阵，就是主导文，就对拢出来。
在投影机上边操作边解说新版新闻爱3.0输入法的功能，因为跟2.0版最大的差异在于除了新增每个版本之外，还能自定和更新词库。电脑你若开机，网络自动会甲你讲有新的版本，吼，过来就是讲即个客语，吼，阮这台语客语拢会使用嘛，吼，客语因本来因的声调，甲台语的声调顺序无共，吼，就讲因的第一声是咱的台语第5声，即马趁即个机会，规个改做因所教的迄个声调的顺序，因要拍就继续好拍。过内底有一个自定词库，非常方便，就是讲伊类件的词库内底若嘛也无收集的。你家己足需要用的，你听我家己自定词库放进去，按照伊内底输入的方式来输入，了后你就非常好用。比如讲，阮家的主旨，时常有当时我爱拍阮家的主旨，我来甲写一个主旨，就主旨一关就走出来。新闻爱输入法是专为台语跟客语设计的输入法，不用注音拼法，而是用国际通用的罗马拼音，让使用者不用再为会念不会打台语跟客语而烦恼。亲像讲，我就用我咪用波波猫猫的哦，波波猫内底无我是用 GOA 第2声拍落就是我，台湾倒来台湾TAIOAN， 台湾汉语就出来，后壁较考内底有罗马字。即个音嘛，咱无啥确定的时，迄个你甲打问号，所有的拢出来，你随落去选，你就知讲迄字是安怎发音啦。对，就是罗马字安怎写，伊就会出来啦。由于这套软体是由台湾台语文界跟客语文界的支持者共同出资研发的成果，要来推广台语跟客语的语言文化，所以并不收取任何的费用。民众只要到台语新闻爱跟客语新闻爱网站就可以免费下载使用。记者李酱台中采访报道。山绿水清美的台湾，是你是我心所爱，平和人生，平和社会，伫你伫我心肝内，父母洒着你的名，充满喜乐，充满爱，欢欢喜喜，快快乐乐，你我做伙来打拼。父母洒着你的名，充满喜乐，充满爱。欢欢喜喜，快快乐乐，你我做伙来打拼。美丽人生，美丽台湾，是你是我心所爱。自由国度，平和社会，伫你伫我心肝内。父母洒叫你的名，充满喜乐，充满爱，欢欢喜喜，快快乐乐，追求美丽新世界。父母洒叫你的名，充满喜乐，充满爱，欢欢喜喜，快快乐乐，追求美丽新世界。山绿水清美丽台湾，是你是我心所爱。自由国度，平和社会，伫你伫我心肝内。父母洒叫你的名，充满喜乐，充满爱，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建设美丽新世界。父母洒叫你的名，充满喜乐，充满爱。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建设美丽新世界。美丽人生，美丽台湾，是你是我心所爱。自由国度，平和社会，伫你伫我心肝内。父母洒叫你的名，充满喜乐，充满爱，欢欢喜喜，快快乐乐，追求美
丽新世界。好梦洒叫你的名，充满喜乐，充满爱，欢欢喜喜，快快乐乐，追求美丽新世界。山丽水清美丽台湾，是你是我心所爱，幸福人生，幸福社会，伫你伫我心肝内，好梦洒叫你的名，充满喜乐，充满爱，欢欢喜喜，快快乐乐，与我做伙来打拼。好梦洒叫你的名，充满喜乐，充满爱，欢欢喜喜，快快乐乐，与我做伙来打拼。人生美丽台湾，是你是我心所爱，自由国度平和社会，伫你伫我心肝内，好梦洒叫你的名，充满喜乐，充满爱，欢欢喜喜，快快乐乐，追求美丽新世界。好梦洒叫你的名，充满喜乐，充满爱，欢欢喜喜，快快乐乐，追求美丽新世界。山丽水清美丽台湾，是你是我心所爱，自由国度平和社会，伫你伫我心肝内，好梦洒叫你的名，充满喜乐，充满爱，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建设美丽新世界。好梦